嚟揾得我啲患者咧，都唔係啱啱睇症噶啦，都係走投無路先嚟揾我嘅。長期都係因為個價錢，佢哋認為相對係高嘅，所以第一選擇一定唔會係我嘅。消炎止痛藥啊，復下位咁，佢哋認知嘅痛症治療嘅方法為主嘅。咁揾到我嘅時候，當然已經衍生咗長期痛嘅情緒喺度啦，不信啊、絕望啊、冇得醫噶，諗又使錢啦，好複雜嘅一種負面情緒啦。應對呢種情緒咧，都已經有超過5000幾個個案啦。咁當然會針對性咁俾翻正面嘅信息，佢就係話有得醫嘅，去中和翻佢嘅負面情緒。個案有好多，令到佢哋恢復。最緊要係有得醫，原來過往醫唔到係因為走錯咗選擇。帶翻希望之後仲唔足夠嘅喎，係一定要喺1、2、3頭嗰3次俾到佢哋一個體驗。哦，原來我之前10幾年都做唔到嘅轉變，透過3次已經身體話俾我知係得嘅，有希望嘅。咁我係可以將佢哋個負面情緒透過3次鏟咗佢。